当年新年的给所内子太出的时节，突然龙潭有一间观光农场，果然主人新年前将自家千高瓶的茶叶，改装300人头改良过的年纪所内树，更多的大自的时节，结结的所内子做得讲嘅吹吹下来，强强就爱得到天来嘅。不过因为所内子动物扩上又唔耐病。古所个研制年，每次今年发出众多嘅相关产品，像係所內面、所內次高速一道，除咗有效嘅幫助所內子片面嘅期限以外，還可從抽出附加價值。这偌细溜哈！所有头口一直掉。天杂杂嘅冇按大爽嘅，多多奶奶嘅吼。这个油菜耶，作为这个我种2头3头，就可以这个我说啊，也得对生意的子孙呐，就有情一甜呐，非常好又凉。印度嘅酸日子達到凍結，衝到樹塊從柳樹上淡下來。年紀嘅吼就如果撇下來吼，摘嘅時節睇個方便摘，安尼行，來然後來摘嘅話吼，而較好些摘，你要管理咩較好管理，唔可以講摘嘅時節吼，安尼個個吼要貼地內裏頭吼，跟冇些摘。第一個就是說，這個紫色的，哦，所以越紫色的越成熟，哦，就是說，往逆方向哈，把它往前面去一折去就開來了，不要那個，我就這樣子，輕輕的一摸，它就出來了，啊，它就會掉下來的哈。酸日子還冇修改係青色的，甜甜嘅蝙蝠，到修改時節就變做腐毒色。佢含住當多種氨基酸、流維他命，營養豐富，含鈉當維生。嚟到父母炒雜嘅果子，廚師做得青菜雞碟做配的。就不要雜草一直洗，盡量幾個呢動物學冇必上錯。係年嗬，將個年下嚟㗎嚇，我說呢反你擺過來，俾雜草一直洗呢擺起來，動物不用賠，大蟲啊不用賠。大好嘅時節，要嚟병進去，人哋減不進去，比嘅呢配料比食較多，嚇醋呢全部用人工去剁頭去改。像這樣子哈。下雨來當那個不然不會甜的哈。下雨比較不會甜，下雨比較不會甜，因為它本身它是裡面就有水分了。要種下調嘅機會嚟水，嚇其他嘅話，我知道就。講開花時節，佢就落水嘅時節嗬，佢會就菌，佢就那灰黴菌，就講解聽聽。面頭前千個片嘅土地後，種嚟300人頭松嘅樹，有得做下都係入熱添，老闆娘房建築10年來嘅辛苦辛苦。我之前係在天之創上班，然後就正好該工廠冇做咧然後就我就一個。就講個社會腰酸背痛嘛，人是講是上腎酒不錯，我是說一個就講很偶然的機緣呐我就去請到個上腎，我就覺得說，反正年紀有了就賺到。所以佢哋從老本單嘅茶染變做酸的染，對細肉鵝快食煮，甜嘅嘢出咗果子好雜。還是可以試的時間是該時都會霎時該年嘅該平就是講當大家就當請上腎我是講該我哋嘅路中嘛，是當做朋友來扎，或者是講點樣佢當會打，然後我哋就慢慢按佢開放，該時係冇乜嘅產品，是講保持該時東西按到是講慢慢去開發樣。加鮮奶。鮮奶。對。第一次聽到。你試看看，回去你試看看。鮮奶跟這樣子打就可以，要不要加水？不用，你就倒鮮奶進去就打。如果你不夠甜的話，你再加一點點的砂糖就可以了。你回去吃看看，一定很好吃的。
主要也那洗啊吼，就讲日本的空气的灰尘零零啊，其他的话吼，也摘起来呛呛，摘起来呛呛，种也吼，木马个呢吼，也种也嘛个农作里头人家冇洗啦，真冰水真洗啊就推的吼来推起来，吼，比冰个冷冻库去变。没讲其次咯。酸嫩子含水量高，杂口的过后，而加冷冻保水也系加工。酸的子吼就青多种，有一种的长的，不适合人家加工的，人家种的就改良的吼，原基改良的适合加工。好像果汁跟那桑葚浓缩汁里头哈，醋里头、酵素里头好就适合作为的东西，好，呛色也没好吃。看我们的。醋，桑葚醋，酵素跟醋是哪里不一样啊？酵素里面有7种，有青木瓜、南瓜、奇异果、苹果、凤梨、红萝卜，以桑葚为主。它的菌种不一样，发酵时间也不一样。酸嫩子3期段，果子唔耐病，就还会咳嗽，所以两公婆就开始研发各种产品，连下贵嘢都是来当酸嫩子。做嘛这样？你做的桑葚浓缩汁啊，其实泡水，你就是要了你的吼，你的果粒吼，拿留去了，拿涂面包，甜度唔拉够，你煮的时间唔拉几块吧吼，几块饭，还是建议客人讲，你煮后，是拿来分小包装，比方说冷冻库，滚起来都没问题。唔但强系點解，點心也係做嘅，還有了豐盛麵條，咪係酸嫩子做嘅。就连送入每做的手续面条、茶包也是送入老卵。2000年之前是会该种皇帝御用来洗该补品桑葚，其商业就很多神仙叶，所以佢几条书就会补啦。开放果然不能下落田养殖果子，开发多年产品帮冲品味期限。虽然未系对完全唔晓到落线里做努，不過全國香嘅20年，佢哋研究進步，現在老消費者面對面接觸，用分享嘅心情，讓大家共下體會酸嫩子嘅酸甜滋味。